香港8間資助大學首次全部打入泰晤士高等教育嘅 THE 亞洲大學8強，除咗港大、中大、科大穩守前列，今年仲有3匹黑馬表現驚人。浸大日升10位排第40，佢哋強調跨學院合作，成立全港首個人工智能媒體研究中心、前沿轉化醫學研究院等，仲研發出治療長者功能性便秘嘅新中草藥，同埋能夠1小時內識別致病病原體嘅創新診斷綜合系統，產業收入大增。教大第一次上榜即刻衝到37位喎。佢哋定位教育創新，由學習機械人到癌症治療物料都有研究，更成立國際化策略組，全球搶人才，仲簽合作備忘錄，拓展國際協作。嶺大同樣首入8強，佢哋注重博雅加科技同 AI 加計劃，吸引國際頂尖學者，更佔盡地利，背靠北部都會區同深圳灣，未來係產學研合作嘅大熱門。3間院校喺研究質量、國際化同創新策略都有提升，同香港近期嘅教育同創科氛圍都不無關係。政府推廣留學香港品牌，提升非本地生配額，成立 InnoHK， 推出產學研1加計劃等。拉闊嚟睇，依家大灣區一共有15間8強大學，而香港正係帶領整個區域升級嘅領頭羊，未來大有可為。